来看前一站桃园的中正市场发生消费者食物中毒，卫生福利部的食署今仔公布其查查的结果，计共有514人中毒，检体佮验到沙门氏杆菌，嘛验出仙人掌杆菌，业者是佮继续停业。另外，美国进口的樱桃，几啊届伫边境巷检查到有农药的残留，食署嘛已经发公文，爱美国在台协会 AIT 要求改善哦。若是9月底进前 AIT 阁无回应，相当就会先来暂停进口。桃园中立区中正市场某一间法国巷，近日来爆出集体食物中毒的案件，未少关系食外口的民众是感觉真惊吓。卫福部食署公布上新查查的结果。到8月15日为止，累计通报的患者有514个人。检体内底除了进前验出沙门氏杆菌，即马佫向验出仙人掌杆菌，业者复查无合格，目前要暂停营业。其中3件民众购买后没有食用完的这个产品，有检出沙门氏杆菌，还有仙人掌杆菌。是安尼问题，毋若是伫国内，边境嘛查到为美国进口的樱桃无合格，有4批违规。检出内底有农药啊、灭分唑，累计今年以来已经有22批，拢总12万2000多公斤的美国樱桃，伫边境检验无合格，去用退货或者是销毁。食署已经发文予美国在台协会 AIT 要求爱改善。9月底进前若是无回应，相当会暂停受理报验申请的行政处分。最高可以寄出这样的行政裁处。不过还是重申啊，因为它的检出浓度很低，而且面粉做国内在胡瓜农作物上面是有准用的哈。另外，进前为着要解决国内欠卵的问题，农业部今年初启动专案进口鸡卵。不过，食署公布，为巴西进口带壳的鸡卵甲冷冻卵汁，伫边境检验无合格，分别验出抗生素甲农药啊，拢总有106栋全部退货或者是销毁。因那农业部强调讲，因为巴西甲土耳其的鸡卵拢有验出有农药啊这种无合格的案例。所以，袂阁甲这两个国家订鸡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